城市人咧沉迷電子產品，好多人咧都成為咗低頭族啊！但係有冇諗過咧，得閒嘅時候咧就回歸大自然，行下山啊，見下啲山水嘅風景咁樣，或者可以洗滌下自己心靈咧？今請嚟身邊嘅嘉賓咧就係黃俊熙，佢係一位畫家嚟嘅，佢嘅新作咧就係咧退步自然嘅系列啊！歡迎晒你，俊熙。多謝。係啦，俊熙，我想問咧，其實你係咪細個咧就已經好中意做畫家㗎？我細個好中意畫畫，咁但係就細個嗰陣時冇咁大志向，話一定要將畫畫作為一種職業咁樣。咁係直至我自己大學嘅時候讀藝術系啦，咁喺讀書嘅時候就真係覺得自己係應該會繼續行呢條路咁樣。同埋即係咧對藝術就越嚟越中意咧，所以就做咗畫家咁樣係咪？係啦。可唔可以講下咧？其實你呢個系列咧叫做退步自然啊嘛，係咪？係。退步自然係其實係我而家做緊一個展覽嘅一個名嚟嘅。咁因為我係會去香港嘅郊外嘅環境做寫生啦。咁因為喺城市裏邊咧，我哋嘅生活啊，或者我哋一啲嘅節奏追求嘅嘢，都係標示住一種進步嘅表現。咁但係當我去一個大自然嘅地方去慢落嚟嘅時候咧，好似係一種退步。但係呢種退步咧，所獲得嘅空間或者一啲慢落嚟嘅節奏咧，對我嚟講亦都係一種進步嘅一種表現咯。有時退步咧，即係可能退一步咧，回歸大自然嘅話咧，可以令我哋咧即係唔需要諗咁多嘢啦，同埋即係可以休息下添㗎。好，可唔可以介紹下咧你個畫作啊？我係會有5張畫係會介紹啦。咁咧其中有4張咧都係喺大東山上面嘅一啲嘅眼見嘅情景嚟嘅。咁咧有3張咧係畫咗一啲行山嘅人咧，佢哋用相機嚟到去捕捉嗰個環境啦。因為我會見到咧，其實好似因為有咗相機咧，人咧喺一個即使係一個自然環境，佢哋係應該慢落嚟感受都好啦。佢哋會淨係用相機1秒就 capture 咗嗰個環境，咁就繼續行咁樣樣，係冇乜俾自己慢落嚟嘅時間啦。咁呢個係我會覺得好似嘥咗嗰個環境咁樣。即係可能咧冇乜真係欣賞到嗰度嘅景物同埋周邊嗰啲一啲嘅事啦，係咪？係啦，即係影咗相之後，但係其實可能翻到屋企都未必有時間係會睇得翻咁樣。咁另外咧有一張咧就係我見到一班印尼人啦，咁佢哋都好欣賞香港嘅風景。咁甚至咧，其實佢哋係帶埋一支國旗咧，佢哋自己嘅國旗去到嗰度，咁好似係一種到此一遊嘅一個嘅意圖咁樣啦。咁另外最後有一張咧，就係我喺一個船灣淡水湖嗰度咧去寫生嘅。咁因為嗰次比較特別，就係我用咗好多個唔同嘅細張嘅畫紙咧，係拼埋一齊嚟到去畫。咁喺畫嘅時候咧，其實由右邊畫到左邊咧，因為差唔多2個鐘頭嘅時間，就將嗰2個鐘頭一啲天色嘅變化或者時間嘅變化都記錄咗喺裏邊咁樣。哦，即係好似一張記錄畫咁樣嘅喎，真係。係啦。咁就呢個都係寫生先至可以營造到嘅一個效果嚟嘅。講起寫生，其實你係咪自己都好中意即係去郊外寫生咁樣啊？係啊，其實特別係香港嘅一個郊外環境，因為其實好多人所認知嘅香港可能都係維港嘅一啲嘅城市嘅景色啊，或者香港嘅夜景。其實有好多香港嘅自然環境都係好值得人去，或者係值得人去發掘嘅。咁我自己會好集中係香港嘅郊區去做寫生咯。其實係從幾時開始你自己中意即係郊區寫生㗎？我自己係其實大概2年前開始做呢樣嘢嘅。咁自己不嬲中意畫風景畫嘅。咁但係我覺得如果畫風景畫淨係利用一啲相片啊、圖片嚟作為依據嘅話，好似個感覺有啲唔足夠或者唔夠咁樣樣，咁就自己決定一定要去親身經歷一下，俾一個大自然包圍住去畫畫咁樣。係，其實我都好佩服有時咧，即係如果睇到啲相片可以畫到啲好靚嘅畫出嚟咧，我自己係唔得嘅，即係我有時都會間唔中畫下畫啦，都一定要去到嗰個地方咧，親身感受過咧，我覺得啲畫可能先至畫得比較靚啲嘅。咁其實咧，你即係覺得畫畫咧，有冇啲咩特別嘅信息咧，可以從你嘅畫作當中咧係帶俾其他人嘅咧？我自己中意畫出嚟嘅畫都係比較平靜嘅，即係如果觀眾喺我嘅畫裏邊都可以感受到呢一份平靜咧，其實本身我覺得已經係做到我想要嘅效果嚟㗎啦。因為本身人去到一個大自然嘅地方，佢都係放低咗城市人嗰種嘅
急速嘅節奏咧。咁呢一種感覺係我想喺個畫裏邊表達嘅嘢咯。咁其實好多人咧，即係好多年青人都想即係加入藝術呢個行列啦。有啲咩嘅説話可以同你講，或者有啲咩鼓勵嘅説話咧？最緊要係努力咁樣去堅持住自己所相信嘅嘢啦。咁因為做藝術就係一種嘗試用另一套嘅方法嚟到演繹自己嘅生活啊嘛。咁每個人都應該有佢自己嘅信念，咁你應該係堅持落去做就 OK。同埋咧，即係最緊要都係唔好放棄嚇。即係藝術創作咧，可能咧係要好多角度睇咧。即係有啲人覺得好，有啲人覺得唔好，但係最緊要就係咧相信自己，同埋咧即係從錯誤中學習咧，都係非常之緊要㗎。今日多謝俊熙同我哋分享，希望咧你都繼續努力咧，就成為一個更出色嘅畫家嚇。咁啊，如果大家咧有時間咧，不妨都去咧可以睇下一啲山水啦，可以行下山咁樣，可以洗滌下自己心靈啦。轉頭翻嚟咧，繼續有文化新領域嘅，轉頭見。